歡迎嚟到繪本世界。今日我哋一齊睇下小羊綿綿點樣打破隱形魔咒，做個勇敢嘅小朋友啦。綿綿係一隻好文靜嘅小羊，喺班上面總係唔出聲，鍾意自己一個匿喺角落頭。有一日，綿綿見到小狼又喺度蝦小兔，仲搶走咗小兔心愛嘅玩具啊！綿綿心入面好驚，佢選擇做一個隱形人，當睇唔到就算，完全唔敢行埋去。點知神奇嘅事發生啦！一個神秘嘅隱形魔咒，令綿綿嘅身體真係慢慢變咗透明，冇人睇到綿綿，亦都冇人聽到佢講嘢。綿綿企喺課室中間，覺得非常之孤單。綿綿終於明白，原來見到唔公平嘅事，選擇冷漠唔出聲，都係一種傷害你㗎。佢鼓起勇氣，行到小狼面前，大聲講：唔可以咁樣蝦人，快啲俾返小兔。隱形魔咒即刻解開咗，綿綿變返原狀，小狼亦都知錯，將玩具俾返小兔。從此之後，班上面再冇人被欺凌。綿綿知道，勇敢發聲先係最叻嘅魔法呀。